罗住座，够看上。那把子关于罗扎了几把个时候，俺罗等人，俺你做也。罗住座，先女啦，先去先呐，每一日节啥的啦，老公节把偏把也。彩礼比怕我个破些啦店里，南这定的雷达这把的。俺去黑人个路过些年，别人个弄得做了几大。怕我懂雷达，没。蝙蝠和雷达。下，蝙蝠夜里飞行，靠的不是眼睛，它是用嘴和耳朵配合起来探路的。科学家经过反复研究，终于揭开了蝙蝠能在夜里飞行的秘密。它一边飞，一边从嘴里发出一种声音，这种声音叫超声波。人的耳朵是听不见的，蝙蝠的耳朵却能听见。超声波像波浪一样向前推进，遇到障碍物就反射回来，传到蝙蝠的耳朵里，蝙蝠就立刻改变飞行的方向。科学家模仿蝙蝠探路的方法，给飞机装上了雷达。雷达通过天线发出无线电波，无线电波遇到障碍物就反射回来，显示在荧光屏上。驾驶员从雷达的荧光屏上能够看清楚前方有没有障碍物，所以飞机在夜里飞行也十分安全。怕我公们不是些吧呢？米拉点把马因不啦？看懂那我娘这节浪做玩意。这里边在他天梦心的啦，但是怕我公们不特别送话的多。怕我不说的看你这心怎啦？这的啦，这个这老些。这的米那位个听不得着，怕我个那位听得不。这个这老呢？老天人等等对不起，我做当这把那动作些呢，怕我个那位做特别，怕我个朗诵不会开始就完耶。这人边怕我个朗诵为他不来来么些呢，那这啦来打这，来的那个就呢，革命路浪失动啦，革命路浪我做当这把那动作些呢，强硬是啥用？卡隆为来大人倡议的呢，对修身古族原面通透。第十了，南这公务员不是还讲大对呀？个人的来第三节，当我去他年当七三八的用大下就赢。障碍物。古族。雷达。雷达。科学家模仿蝙蝠探路的方法，给飞机装上了雷达。这里边怕我个朗作为些套啦来么些年，nam住啦来打这。俺今年的他年这些过来知道。词语解释：障碍物。障碍物这里是指阻碍通行的东西。我做些话呢，我些啦把切作为女波啦过个。雷达。雷达是一种利用电磁波反射原理来探测目标位置、距离、运动速率和方向的装置。雷达些话呢，路的拉拉点呢，明白着你啥当把它，我先只学说到特别离奇些。黑的些嘛。语言文化小贴士：蝙蝠类是唯一真正能够飞翔的兽类，它们虽然没有鸟类那样的羽毛和翅膀，飞行本领也比鸟类差得多，但其前肢十分发达，上臂、前臂、掌骨、指骨都特别长，并由它一层薄而多毛的从指骨末端至肱骨、体侧、后肢及尾巴之间的柔软而坚韧的皮膜，形成蝙蝠独特的飞行器官翼手。
中国古代也有关于蝙蝠的记载，说它们也生活在钟乳洞里，名叫仙鼠。呀，但我这娘的用下进的啊，障碍物，nguzo 障碍物， nguzo 雷达，雷达雷达。雷达，科学家模仿蝙蝠探路的方法，给飞机装上了雷达。科学家模仿蝙蝠探路的方法，给飞机装上了雷达。这里边旁我个朗作为写套啦来木些年，nam住啦来大的。这里边旁我个朗作为写套啦来木些年，nam住啦来大的。老朱错，切最得人个弄顿充满些体，但我最举起来啊。老朱做，我个家一弄来大，特别气的更热。B. 雷达。呀，要么这题啊，连着送。验证的接触不错，但我这样的带领个好成的，弄得做的用下进的啊。蝙蝠夜里飞行，靠的不是眼睛，它是用嘴和耳朵配合起来探路的。科学家经过反复研究，终于揭开了蝙蝠能在夜里飞行的秘密。它一边飞，一边从嘴里发出一种声音，这种声音叫做超声波。人的耳朵是听不见的，蝙蝠的耳朵却能听见。超声波像波浪一样向前推进，遇到障碍物就反射回来，传到蝙蝠的耳朵里，蝙蝠就立刻改变飞行的方向。科学家模仿蝙蝠探路的方法，给飞机装上了雷达。雷达通过天线发出无线电波，无线电波遇到障碍物就反射回来，显示在荧光屏上。驾驶员从雷达的荧光屏上能够看清楚前方有没有障碍物，所以飞机在夜里飞行也十分安全。但我最念的这一记大。雷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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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障碍物， nguzo 障碍物， nguzo 障碍物， nguzo 障碍物。nguzo 落住做，第二个老师的年长就业，我做连车居民农家用，但从马车人雷姆，主不节我个青年安中先别些年，我去连车农修呢，联系家农不是特别高个月。